玩得開心，盡情開心，因為聽日係星期日。第二樣嘢都係恭祝翻大家做生意嘅生意興隆，跟住家庭幸福，最後就係身體健康。多謝大家。喂，多謝晒，哇，好有反應啊！我哋啲彩子啊，多謝晒，恭喜恭喜！希望每一位朋友咧都係笑口常開，心想事成啊，水頭充足啊嚇，賺多啲！恭喜晒大家，多飲幾杯，多謝多謝多謝。係啦，多謝晒。OK， 好，而家請我哋主禮人咧，可以咧就移步翻去個主家席嗰度啦，就座。我哋今晚嘅晚宴咧係即將展開㗎啦。OK， 多謝晒咁多位，多謝多謝。好靚啫，發叔唔使撥喎，應該唱歌有少少黐住喺度，好睇啲啊。OK， 好多謝多謝我哋咁多位嘅主禮人嘅嚇，咁我哋嘅主禮人咧非常之咁俾面嚇，咁多謝晒啦，有張正忠先生啦、邢輝山先生啦，同埋黃宏發先生、張有興先生、陳希先生、伍康寧先生，咁緊代表咧梁永安先生係向你哋咧係一一致謝嘅。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又想話喺今晚嘅晚宴開始之前呢，就嚟一個少少熱身先啊！希望大家能夠食多啲嘅。咁我哋有一個嘅遊戲啊，阿鄭先生啊，我哋嘅遊戲咧係咪玩一個叫做貨如輪轉啊嘛？咁用啲咩嘢嚟轉呢？啲禮物，我哋台上面每一台都有個禮物㗎啦嚇。唔該，台上面係有啲禮物，你哋大家發唔發覺得到啊？見到未啊？見到。在你們的台上面有一個禮物，有啦先拿出來。年紀最輕嗰個領一領先，唔該。年紀最輕的那位拿這個禮物，年紀最輕唔好搶啊，唔好搶啊！年紀最輕嘅咧就會拎起個禮物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 music 嘅喎嚇，等一下有一些音樂播出來，然後就是將這個禮物啦就交俾隔離嗰個啦嚇，再交佢傳過去嘅。咁傳下嘅時候咧，嗰個嘅聲音，個 music 一停咗時候咧，就要揸住個禮物嚇。嗰位朋友咧，可能有啲事咧就會要就做下㗎。OK， 唔該，拎起個禮物嗰位朋友，請你舉住手好嘛？誰拿了這個禮物的？請你舉手，給我看一看。你年紀最細啊，請你舉手咯，係啦。OK， 有未？呢個咧，呢一台咧拎起咗啦，係嘛？OK， 好，預備咯喎。我哋如果拎起咗嘅時候咧，我哋呢個貨如輪轉嘅遊戲咧就會開始㗎啦嚇。係，可以啦嚇。請你開始 music， 嚟傳過去，傳給另外的朋友。有沒有傳？這裡有沒有傳？這裡不傳。沒，還有，傳過去，仲有，仲，哇，都咁咩嚟玩我哋又為你真係嚇，係啦，再傳過去，你有冇傳啊？有冇傳？係啦，傳過去，哎呀，誰拿了這個禮物啦嚇？誰就要站起來啦嚇？好，企起身，唔該，哇，呢個靚女啊嚟。站起來 ，stand up please。OK， 好，唔該。第13席邊個係企度？第11席係邊一個？蛇計標係咪你？唔好屈人啊！好，咁到呢個，Jenny 沒有傳啊 ，Jenny 要全部要罰啊呢度嚇。第3號台係你係嘛？跟住4號台係你，12號台小朋友呢個咧。這個誰拿了？企咗起身啦，原來葉先生。好啦，咁再企起身 OK， 好啦，咁恭喜晒喎，恭喜你們啊！誰站起來的時候呢，就是當今天晚上的頒獎嘉賓因為呢有一個禮物呢需要你頒獎給你左手面的朋友的，唔該，我哋俾咗禮物佢，係頒獎嘉賓。將你手上面，將你手上面的禮物了，交給你左面的朋友，頒給他，頒了沒有啊？頒咗未啊？
頒咗下，多謝晒，謝謝你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可是呢，另外也有禮物是送給你的。其實呢，亦都有禮物係送俾你嘅，唔需要唔捨得嚇，差啲唔捨得交俾隔離嗰個。OK， 係咪每一個都有啦 ？OK， 好，恭喜恭喜嚇！每一位朋友咧，正話企起身嘅都有禮物嘅。OK， 搞掂晒未？搞掂晒，好啦。咁一陣間咧，我哋將會有好多嘅餘慶嘅節目喎。譬如話有阿發叔咧，已經係準備咗咧，就係練咗成個禮拜㗎啦。就問下佢唱咩歌先嚇。阿發叔，你話咗要唱歌喎，唱咩歌？唱咩歌？卡拉 OK 定咩啊？卡拉 OK 是但啦。係嘛？綠島小夜曲啦。綠島小夜曲，哇，好聽喎又嚇。OK， 咁啊，其餘咧亦都有魔術嘅表演啦，亦都有台灣嘅朋友同我哋唱你阿里山的姑娘美如誰呀，一陣間咧就會聽到噶啦。不過而家首先咧，我哋俾啲掌聲，我哋酒店嘅朋友請佢哋而家可以為我哋出賽啦，好唔好啊 ？Thank you， 大家飲多杯啊嚇 ，Thank you， 一陣間再見。向各位介紹，而家台上邊嘅呢就係永安會計師事務所，所有眾美男美女啊，真係啊！即係如果今晚呢有個拋繡球嘅話呢，肯定即係呢啲女仔全部都會搶啊！未婚嘅全部都嚇大家嚇落足眼力啊！阿梁生呢，佢就有4個仔女㗎啦。喺邊度？喺邊度？我想見下喎，喺邊度啊？係哇，好靚女喎嚇，4個啊，真係哇！無論工作能力又好啊，其他能力都好高啊，你嚇。係影翻張相先咧，同我爹哋真係哇！喂呀，幾得意 ！Hello， 媽咪咧？哦，係啊，唉，真係呢個賢內助啊，繼續咧就喺屋企搞掂，繼續做成功男人背後嘅女人嚇，神秘感啊，開晒，飛啊飛啊飛 ，OK， 好，慢慢行咯喎，好冇？多謝晒你哋啊嚇，恭喜晒你啊，梁生。好啊好啊，繼續影相，係我哋呢個台係俾大家影相嘅嚇。我哋今日嘅男主角好忙啊，每一張相都有佢份嘅嚇。恭喜恭喜之聲不絕，仲有啊，又嚟緊啦，又影相啦。不如咁啦，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哋請我哋各位嘉賓啊出嚟同我哋獻唱，有請黃宏發先生，俾掌聲唔該。哦，食緊啦係嘛？哦 ，OK， 嚟食埋先嚇。咁我哋請咧我哋嘅即係工作人員咧要安排一下嘅，因為咧正話咧阿黃先生就話要唱《綠島小夜曲》喎，搞掂晒未？搞掂晒 OK。咁啊，除咗《綠島小夜曲》之外咧，一陣間咧亦都有啊台灣嘅朋友咧同我哋唱《一見你就笑》啊，又有廣東肇慶學院音樂系嘅朋友咧嚟咗喎。一陣佢哋咧將會係有唱歌啦，亦都有歌舞嘅獨奏啊帶咗嚟㗎啦。咁亦都有咧佘繼彪先生同埋黃嘉玲小姐唱嘅粵曲啊，亦都有許浩輝先生咧就唱《花蕊夫人》嘅喎嚇。咁一陣間咧肯定啊真係會聽出耳油㗎啦。